后来继续来看这个桃园病院发生着群聚感染的危机，正式来解除了。桃园病院因为发生着院内的感染，进前已经停收新冠病毒确诊的病患。从这一礼拜以来，是执行着清零的计划，病院所有人员全部来采检，结果拢是阴性，无来挖着病毒。指挥中心来宣布，前进指挥所的任务正式来结束。那这个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这段时间以来，讲头毛白未少。大家觉得头发变得比较白啊，还白了不少啊。经过1个月，佫出现伫记者会，因为桃园病院感染的事件，王必胜到前进指挥所做指挥官，无用压力佫大，头毛无时间通加，嘛变较白。第一通电话跟我讲说心头了定，然后就挂掉了哈。这又是一天我最担心的事情，最怕的事情就是晚上接到庄仁祥还有罗义金的电话哈，那通常都是没有什么好事哈，引起社会的恐慌。我这边呢，代表桃园医院呢，向社会大众来致歉。桃园病院院长嘛向社会大众会示礼，前进指挥所成立21天任务结束，医护人员健保卡注记嘛取消。虽然采检的员工拢是阴性，不过检验出入危险区域人员的血清抗体却有微弱的信号。有些试剂看起来检验是阴性的结果，那有些试剂就是有微弱讯号。目前我们还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它到底是所谓的弱阳性或交叉反应。强调讲，这个员工2摆采检拢是阴性，1礼拜后会阁做1摆抗体检验来确认。全院初7开始嘛做验血清。指挥中心认为讲，群聚危机已经解除。针对防止医护人员感染，病院嘛研究优化工作流程，希望讲过年了，通病院会阁回到防疫的第一线。